大家好，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 Morgan Direct 線上投資講座。我係零售業務團隊嘅 Client Advisor Bobo。咁喺我隔離咧係摩根資產管理環球市場策略師 Marcella。Hello，咁接住落嚟咧，我哋會用大概30分鐘嘅時間啦，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嘅市場資訊，同埋喺呢個比較波動嘅市況環境之下咧，有咩值得留意嘅投資策略嘅。咁其實 Marcella，我哋睇翻年初至今個市場都頗為波動啦，尤其是係一啲地緣政治嘅緊張局勢咧，其實近年嚟都發生得越嚟越頻密啊。咁我哋嘗試話回顧下歷史數據，其實我哋可以點樣參考地緣政治因素對於我哋投資組合嘅影響呢？係啊，其實伊朗戰事而家其實啱啱都踏入咗第3個月啦。咁雖然出現咗短暫停火嘅，但係的而且確真係未睇到任何解決嘅跡象。咁我哋團隊仍然都深信啦，應該美國最終咧都會接受一項安排嘅，就係先讓個霍爾木茲海峽重開，之後就再就核問題咧展開更加長期嘅談判。咁但係時間因素喺度咧，其實好關鍵，因為海峽其實每封閉多一日，全球原油庫存咧就會進一步下降啦。咁到目前為止，大家睇到好似對油價影響其實相對都叫溫和，因為我哋見到全球喺踏入2026年嘅時候咧，其實整體原油啊、成品油啊嘅庫存其實都接近喺歷史高位啊。不過庫存喺3月同4月咧打仗開始之後咧，其實已經快速下跌啦。咁呢個趨勢咧，如果再持續多幾個月嘅時候咧，當啲庫存開始冇啦，咁油價咧就真係有可能顯著上升。咁我哋而家暫時嗰個base case 咧就係話未來2個月啦，希望霍爾木茲海峽嘅通行量咧就會恢復翻接近嗰個正常水平。咁屆時全球油價就可能會大幅回落，但係其實就好難翻去3月頭即係發生戰事之前嘅水平啦。咁但係見翻咧，其實好似你頭先所問到，就係睇翻過往歷史嘅事件咧，其實而家已經反映到其實股市好似近嚟咧越嚟越睇穿咗短期嘅地緣政治雜音啊，咁就係再次咧着眼企業嗰個盈利走向。咁我相信而家咧好多觀眾睇我哋嘅時候都可能係搭緊車啦。咁我都想問你 Bobo， 你今日係點翻工㗎？今日搭地鐵翻工嘅。係搭地鐵翻工。其實如果大家搭緊車或者好似 Bobo 搭地鐵嘅時候，大家可能搭地鐵嘅時候可能會隔離嘅人可能喺度播緊劇，唔戴 headphone， 或者係可能係講電話好大聲，會嘈到你分心。就好似投資咁樣，投資嘅時候咧，好似有呢啲地緣政治呢啲雜音咧，會令到你對於個前景啊，或者係整體上咧個投資意欲咧亦都減低，因為覺得你搞到你分咗心，唔知投資方面係點去做。咁但係其實你見到佢好嘈，咁但係最尾其實你都係會 focus 翻喺自己電話度，或者係去翻今朝你翻工，亦都去翻中環，亦都其實見到架車係唔會改變咗車嘅目的地啦。而市場最終好似跟隨嘅，亦都係企業盈利呢條軌道。咁所以我哋覺得其實好似搭車一樣，市場最尾咧都係 focus 翻聚焦翻喺個基本面嗰度。而好似我哋搭車咁，暫時性可能會有啲分心。但係大家就 focus 翻喺個基本面之下咧，其實咧亦都會係去翻企業盈利呢條軌道，就見到好似喺下一頁咁。我哋其實對亞洲前景咧，其實都相對係正面。但係其實最特別喺呢個時候，當好多市場已經消化咗好多唔少嘅經濟啊、地緣政治嘅雜音嘅時候，而家咧就係更需要咧係選擇性咁去做投資啦。咁因為我哋見到大家可能睇穿咗啦，已經睇翻自己嘅電話，已經唔係好理人哋隔離煲劇，唔戴 headphone 或者講嘢好大聲啦。咁但係而家反而咧，大家 focus 嘅就係真正主導走勢嗰個核心咧，就係2個英文字 AI 啦。咁大家都成日睇啦 ，AI 帶動咗好多就係算力嘅需求啦，包括例如數據中心啊、半導體啊，或者上下游相對關事嘅供應鏈咁。咁其實近期咧，你睇過呢個圖咧，見到其實雖然由3月初開始打仗啦，但係其實年初至今，如果呢個圖表嘅右邊數起，大家可能觀眾如果有離開我哋講座，都知道呢個圖我哋成日出現㗎啦。右邊數起第4行咧，就係年初至今嗰個股市嘅回報同埋股市嘅表現啦。咁其實近期例如韓國啊、台灣啊、日本啊等等，其實相對表現都相對之好。咁有個動能主要嚟自兩個主要因素。因為第一季嗰個業績表現，特別係 AI 相關嘅非常之強勁，而特別就係 AI 供應鏈咧，整體俾出嗰個指引咧都偏向樂觀。咁第二咧就係美國大型雲端服務商所謂嗰啲 hyperscalers 咧，
上調咗好多佢哋嘅資本開支計劃，令到硬件啊同埋基建投資方面咧，亦都再次加速。咁喺呢個週期入面咧，台灣啊同南韓嘅位置咧就非常之關鍵啦，因為兩個地方咧都係處於硬件建設啊同埋供應鏈擴張個核心啊，咁同埋亦都有好多咧有關鍵能力嘅呢啲龍頭嘅企業。咁所以呢種產業嘅集中度咧，就令到佢哋更加強嘅議價能力啦，甚至乎咧就係整體上咧喺佢哋個抗跌性咧，亦都非常之大嘅。咁所以呢個趨勢咧，其實已經喺企業業績啦同埋市場表現上面咧反映出嚟。咁其實雖然呢個咧係年初至今啦，但係齋淨喺4月咧，其實你知唔知半導體為主嘅亞洲市場已經創下咗歷史新高，南韓。4月你知唔知升咗係37%，台灣升咗27%，日本都唔弱，都有9%。同時咧，科技股咧亦都成為咗多個市場表現最佳嘅板塊。咁所以意味住其實大家當短期內頭先個圖，亦都歷史數據見到頭一個月或者一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咧，市場表現可能會比較受到呢啲噪音或者地緣政治嘅雜音所影響，但係慢慢咧。架車亦都會去翻中環，亦都 focus 翻喺嗰個企業盈利，或者係聚焦翻喺基本面。其實我諗呢個第一季嘅股市回報，尤其是係亞洲頭先咁多表現得亮麗嘅地區咧，都證明咗即係短期雜音有時候可能係反映我哋長線佈局投資嘅好機會喎。係啊。咁啊，即係我頭先你聽到你提咧，雲端科技啊，咁呢啲都係一啲美國嘅供應商啦。咁我諗我哋去展望。今年接下嚟成個環球投資環境，大家都一定要留意翻美國。其實我哋點樣睇美國，無論係經濟基本面咧，或者喺聯儲局接下嚟嘅議息方向咧？係啊，咁其實我哋如果睇下一個圖啦，其實知道大家如果睇美國經濟嘅，咁一定係關注嘅就係聯儲局嚟緊嘅行動會係點？係啦，咁其實咧聯儲局其實比較關注咧，其實永遠都係不外乎第一就係勞動市場。左邊嘅圖啦，或者係右邊通脹嘅展望。咁其實而家勞動市場係有一個幾有趣嘅一個趨勢，就係我哋叫做 low fire low hire， 即係少炒人，亦都少請人。點解會少咗炒人呢？因為整體上移民不足啦，或者係整體上移民嘅政策嘅緊張咧，係令到佢哋唔敢炒咁多人，因為炒咁多人又好難請翻人。咁再加上點解佢哋又少咗請人？主要就因為佢哋對於個前景展望，你打仗啊，或者甚至係之前而家好似大家關注少咗，關稅嘅問題啊等等，其實啲影響咗整體上大家企業方面對於前景嘅 planning 方面，亦都係有一個不確定性。咁所以佢哋就有一個 low fire low hire， 或者係整體上。少啲炒人啦，亦都唔想請人啦。咁呢個咧令到勞動市場反而咧趨於一個比較穩定嘅趨勢。咁今個禮拜五咧嘅非農就業數據咧，其實就會一個大家觀眾可以比較睇多少少嘅一個監察指標啦。咁因為喺通脹風險上升嘅背景之下咧，如果失業率係維持喺大概4.3%或以下咧，我哋估計聯儲局咧短期內咧都應該可以比較安心維持利率不變。咁但係其實一方面勞動市場，一方面係我見到少啲炒人，少啲請人，整體上勞動市場都趨於穩定啦。但係通脹咧，我哋睇右邊個圖咧，就見到市場其實咧同時應對緊兩個供應嘅衝擊啊。咁頭先所講到就係關稅啦，推動嘅就係一個商品通脹啦，再加上呢排打仗就係令到能源推動嘅整體嘅通脹。呢兩方面咧，都令到最近例如開聯儲局嘅議息結果嘅時候咧，部分委員嘅取態咧都偏向鷹派喎。咁例如鮑威爾咧，亦都雖然仍然預期咧關稅影響主要表現咧，就應該係會係一次性嘅價格水平上漲嘅。咁即係關稅一次就會 reflect 咗出嚟啦。咁但係能源價格打仗方面又整體上嗰個能見度比較低之下，我哋暫時就覺得其實聯儲局同埋市場亦都覺得應該採取一個更加觀望嘅態度或者策略，其實比較合適。咁我哋去到下一頁啦，下一頁其實對於投資者或者對於觀眾嚟講，聯儲局咧喺可見嘅將來應該就暫時應該我哋覺得係會按兵不動嘅。咁通脹壓力咧，的確會令到一啲偏向覺得減息會適合啲嘅立場咧，就暫時好難站得住腳啊！咁但係真係要講真，要重啟加息咧，大家其實都睇到門檻都其實仍然都好高。咁我哋暫時咧就仍然都預期咧，可能未來幾個月啦，聯儲局應該唔會減息嘅。但係
如果我哋見到經濟趨勢明確咁顯示明年出現經濟增長可能低於2%，以及通脹咧都係低於2%，即係大家記住係經濟增長同埋通脹都係低於2%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估計今年12月咧就有可能可以減息一次。咁甚至咧喺呢個經濟走勢之下咧，就可能2027年下一年仲可能會減多2次息添。咁而家 so far 我哋睇咧增長方面，我哋預期今年第二季增長可能放緩到大概1%啦，跟住第三季咧會加快到3%，但係喺之後2027年咧就應該大致穩定翻去2%嘅步伐。咁喺通脹方面咧，我哋聯儲局其實主要睇嘅就係一個叫 PCE 啦，物價平減指數衡量。咁而家暫時預期咧12月年尾啦，應該按年升幅會回落翻去大概3%以下。跟住喺2027年4月咧，就可能會進一步咧降到去2% 以下。咁所以其實我哋頭先講喺搭車啊，大家觀眾可能搭緊車啊嚟講咧，其實我哋覺得而家政策咧就好似架車啱啱行到一段比較接近中性速度啱啱好嘅路段，又未需要踩油加速，亦都未需要咧要急到要剎車咁。咁所以我哋覺得委員會啊或者聯儲局整體咧，應該就會繼續係耐心觀察。等整體上衝突啊同埋後續嘅影響逐步咧 show 到浮現出嚟之後咧，再視乎整體嘅路面情況啦，先決定咧究竟使唔使加速或者減速、改道或者調校個速度咁樣咯。Priscilla，咁傳統我哋認為減息週期咧有機會令到個美元會走弱啦。咁但係其實我哋自從2月底咧個戰爭爆發開始咧，一啲傳統嘅避險工具好似 yen 啊、黃金啊、美國10年債券嘅價格跌，反而美金咧就係咁升喎。咁我哋點樣睇嚟緊美元呢個貨幣嘅趨勢咧？係啊，咁如果我哋睇下一頁啦，我哋見到其實上個禮拜咧，即係除咗嚟緊聯儲局會繼續係議息之外咧，上個禮拜其實其他央行咧雖然其實都仲係按兵不動一樣嘅，咁但係喺現階段咧，我哋覺得歐洲央行啦，即係 ECB 啊、日本央行啊同埋英倫銀行咧嘅取態咧，其實咧睇起上嚟咧係將會比聯儲局更加偏鷹嘅。咁所以喺呢個政策分化嘅局面之下咧，其實我哋覺得咧有望會令到美元咧會重啟翻個回落，咁亦都咧有助咧吸引資金咧繼續流入翻去亞洲市場。咁我哋有對亞洲股票市場嘅推動力啦，最緊要我哋都揀到一個適合嘅投資策略啦。其實有冇啲投資策略係既兼顧到收入啦，而家息口又低咗啦，我一定要收息啦，咁同時亦都冇忽略到本身股票投資組合嘅增長咧？有啊，我問下你搭車嘅時候，我哋可能唔好搭地鐵啦，搭啲長途車要揀位嘅。你中意揀窗口位定係路口位？我就坐窗口位，我中意睇風景嘅。咁但係你知唔知投資喺亞洲方面，其實我哋係小朋友先要做選擇，成年人特別係成熟嘅投資者、成熟嘅觀眾，在場嘅觀眾，其實整體上係唔需要做選擇嘅，可以兩樣都要。而呢樣嘢因為係亞洲嘅投資機遇處處，咁而喺呢個整體上呢個大環境之下，我哋可以睇下一頁啦。其實見到共齡策略咧，就係目前市況最好嘅一個方案，因為一方面咧就係追逐增長主題啦，另一邊咧就可以配置一個穩健嘅高息資產。咁我哋就係睇呢一版咧，其實我哋見到高息股喺而家整體嗰個clarity 比較低啦，或者係波動性比較大嘅時候咧，我哋就需要高息股喺一邊作為一個防守啦。而特別喺左邊呢個圖咧，我哋見到淺藍色嘅就係一個亞太區整體個 broad 嘅 index 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配置一啲高息嘅股，一啲高息股之下咧，其實整體上嗰個風險調整回報咧會高咗好多，即係波幅會減低咗，但係回報會增加咗喎。咁好多客咧，其實同我哋傾嘅時候就其實派股息高嘅超過4% 嘅，我估一定係偏佈喺成熟市場多啲啦。但係其實你睇右邊嘅圖咧，你見到其實亞太區股息率超過4% 嘅股票咧，其實係有226隻啊。遠多於美國，其實喺最尾嗰條巴只有得55隻啫。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所謂你嘅靠門位啦。喺通脹同埋不確定嘅環境之下咧，穩定股息亦都幫你提供咗緩衝。咁呢個係一邊啦，做你高息股做防守。咁另一邊我哋就可以睇下一頁啦。另一邊咧就係有增長股捕捉到長線嘅升值機遇。咁我哋頭先講到好多 AI 啦。咁我哋見到台灣啊、南韓啊，繼續都係全球 AI 晶片供應鏈嘅核心樞紐，即係真係缺佢係唔得嘅。咁你睇呢個圖咧，見到右邊嘅圖其實主要
嘅顏色，你主要見到係咩色？係咪淺藍色同埋深藍色？深藍色。如果觀眾睇唔到個 chart 太細嘅話，啲字咧其實淺藍色同深藍色正正就係南韓同埋台灣啦。因為南韓同台灣由邏輯晶片啦，到記憶體啦，再到先進封裝幾條最關鍵嘅產業鏈環節咧，都高度集中喺亞洲。咁而特別台灣方面咧，主線咧就係算力啦。所謂除咗 AI 呢兩個字母之外，仲有HPC 啦，一啲高效能運算，亦都帶動到整體盈利表現強勁。最重要咧就係喺先進嘅製程產能供應咧，其實暫時都仲係非常緊張。咁亦都有一啲呢啲龍頭公司亦都有提及到咧供應緊張嘅情況。你知唔知可能延續到下年2027年咁，所以令到佢哋嘅定價能力啊同埋利潤率咧更加有支持。咁而去到南韓啦，南韓嘅主線咧就係高速嘅記憶體啦。AI 咧其實之前大家我成日用 AI 都係問個問題佢識答，但係其實而家咧已經變咗更加互動啦。亦都會識做好多嘢啦，咁所以例如 AI agents 嗰啲代為執行咧，已經更多嘅任務。咁數據中心咧，亦都要需要更多咧高速嘅記憶體咧，去餵飽啲 GPU 啊，咁先可以維持到高效運作。咁所以喺整體上個背景就係供應方面仲係比較緊張啦，價格亦都會上升啦，亦都係令到韓國咧最近盈利咧加速嘅核心原因。咁除咗台灣、韓國之外，中資科技亦都有國策支持。咁加快咧推動咗科技嘅自主化，對部分具核心嘅技術啊、供應鏈地位清晰嘅企業咧，形成咗中長線嘅支撐。咁所以我哋睇到咧盈利增長預測咧仍然非常強勁。例如資訊科技行業咧，2026年增長咧預測係150倍，150%，以及南韓2026年咧，亦都每股盈利增長咧都會達到咧係215%。咁所以我哋部署上咧，我哋會用一個共齡政策咧去理解啦，即係兩頭都要有重量先至平衡。咁淨係買高息股嘅，淨係坐喺門口，你淨係守得住，但係又未跑得贏喎。咁但係如果淨係買增長股，市況波動嘅時候又坐唔住。咁所以兩者結合咧，就係我哋而家暫時對亞洲市場較理想嘅一個建議部署。幫大家畫下重點嚇。亞洲股票高息策略咧，利用咗共齡策略啦，一方面幫到大家去提供一個穩定嘅高股息啦，同時亦都兼顧到一啲科技板塊帶嚟嘅利好因素，對股價係有提升嘅。咁特斯拉，我又想用少少時間咧問下，其實觀眾一個好關心嘅問題喺註冊呢個講座嘅時候，成日都問到嘅就係黃金啊。咁我諗黃金嘅價格咧喺過去呢1-2年咧，我就唔會用搭地鐵咁平穩形容，我諗係坐咗過山車啦。即係見到不斷創新高之後，其實喺戰爭爆發有一個比較大嘅回落啦。我哋點樣睇黃金佢作為一個投資工具喺我哋嘅組合度扮演嘅角色咧？係啊，其實除咗過山車去形容佢嘅波動之外咧，我見到其實每個地鐵每個站都有啲緊急出口，咁又好似我哋搭地鐵咁樣啦。係咪黃金？我哋就係覺得黃金係可作為一個喺配置上面係一個正確嘅做法，例如用嚟分散風險啊、風險啊等等。咁但係咪佢係用嚟作為避險或者係一個投機嘅作用咧？我哋就覺得唔係啦，因為特別你睇喺年初以嚟升幅係非常之凌厲，咁但係個波動非常之大到就係打仗開始嘅時候咧，黃金好似係頭先所講到咧，2月尾開始咧，其實黃金咧係不升反跌啦，咁意味住其實佢波動非常之大啦。咁但係亦都好似搭車咁樣，我哋唔係隔離嗰個人唔戴 headphone 好嘈或者講嘢好大聲，我哋即刻跑去緊急出口噶嘛。呢啲時候就係需要有一個結構性嘅元素去支持，例如係我哋見到繼續會有 ETF 嘅 inflow 啦，或者係繼續有剛性需求，例如內地啊、印度啊嘅消費者對於黃金嘅需求會繼續熾熱啦，再加上係有啲央行嘅繼續分配多咗去買黃金嘅。呢啲結構性嘅因素支持咧，應該會繼續支持到黃金咧去有上升嘅趨勢。咁但係大家要記住就係配置去黃金係喺你個資產配置方面正確做法，但係要記住佢個波動性非常之大。佢唔係一粒 Panadol 喺頭痛就即刻食，跟住腳痛又食，而係需要係有結構性支持嘅層面咧，先去做配置。而去做配置方面咧，呢個係作為分散風險，而千祈咧唔好作為避險或者係投機嘅作用。
唔該晒 Marcella。咁今日帶咗好多有用嘅市場資訊俾大家啦。我哋總結一下呢個網上投資講座今日提到嘅重點。咁首先，其實我哋作為投資者喺個投資旅程入邊咧，難免短期遇到雜音嘅，搭車都遇到人煲劇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往往呢啲短期修正，好似最近發生嘅地緣政治事件啦，其實亦都係一啲長線投資佈局嘅好機會嚟嘅喎。咁我哋睇翻咧第一季尤其是亞洲股票嘅回報，亦都印證咗呢一點啦。咁接下嚟今年我哋繼續展望咧，有機會減息，咁亞洲股票市場會繼續受惠喎。咁而當中咧，亞洲股票高息策略運用嘅共贏策略咧，其實係有效捕捉到頭先我哋講呢啲市場利好因素嘅。咁首先咧，佢哋亞太區嘅高息股票其實係唔少啦，佢哋提供到一啲較佳嘅風險後調整嘅回報啦。咁同時間咧，頭先提到啦，人工智能呢啲科技板塊呢啲結構性主題咧，我哋預計繼續會有動力嘅。咁呢啲利好因素其實係可以幫我哋看穿短期咧一啲地緣政治帶嚟嘅震動嘅。咁希望今日呢個投資講座內容，大家可以幫到大家更加主動咧，其實喺波動市況都主動做一啲投資配置啦。咁我哋今日呢個投資講座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再一次多謝大家嘅參與。多謝大家。